再来，我来关心禁航的消息。中国对台湾实施空域甲海域的禁航区，4月10日早起呢，航空部分总共有27分钟的管制，海域是为迄一天早起开始有6点钟这个禁航的限制。咱华视记者独家访问到报关业者，讲因这个台湾到日本、韩国，甚至到这个上海海域的路线，拢会去受到影响。一不6点钟解禁了后呢，后续才会船要挖岸、要起货，较到造成塌港，造成呢这个塌着了有的塌超了3-5天，甚至惊海运的包裹都有可能会去潜掉。另外讲到渔民，这个靠海食饭这渔友听到这个禁航的消息，表示讲真无奈，也不过嘛，干会使配合尔。即马是掠收竿的时阵，北部一寡海运的部分，或是掠收竿啊，拖网部分冇影响。船长，你作业海洋会经过这个所在无？无啦，我伫大池边尔。船长啊，注意安全哈，祝你平安。6点钟，家人港拢有广播放送，因为中国禁航6点钟，互渔民真无奈。对啊，唔知咱就家己就免挖，伊就是安尼尔。阮这掠人是我多啲。这个所在啊，应该都是拖网的比较多吧。拖网啊，大部分是伫咧掠深海鱼啊，另外即马当时伫咧掠小港的大龟，影响真大。即摆中国4月10日下晝9點到下晡3點，伫咧台湾北平海西禁航区，拢总6點鐘，本地经过航线，敢会当改路线，不管是家人往日本，或者是韩国，甚至是上海到台湾的路线，拢会受到影响，而且更若影响6點鐘。你说前期会出现塞港啊，因为你船只都卡在里面嘛，延误的是后面的一整段的海运生应链，并不是说它一开始那6小时的影响，它延后的是接下来就是2天、3天，甚至高达5天、1个礼拜的事情。禁航的地区，船若收在遮，就无法度挖港口，走海运的包裹邮件，就会去签着时间交货，互报关业者嘛头壳摸咧烧。这个是已经度分秒。渔业电台人员赶紧将禁航区所在画出来，就惊是不是禁航区有船只走入来，去火箭的残骸写着，而且若伫咧海域，同款伫咧4月10日下晝9點半到9點57分，拢总27分鐘，台湾东北边空域冇禁航区，想要飞，敢会当飞往别条路，包括台湾往回日本、韩国、北美，甚至是东南亚，伊个会影响到33航班。飞龙机起飞，毋过受到禁航区影响，恐惊阁加飞1點鐘。交通部私底下講，按算晚起飛27分鐘，還是早起飛27分鐘，或者是飛龍機飛速度來避免去受到影響。遊客出國佚佗，攏要加注意航班資訊，避免去簽到家己的行程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